大家好，我是林宇飞。哇，今天节目的首播就邀请到我在戏剧课、表演课的好同学。然后这一位好同学呢，他可以说是学霸来的，学历非常好，政大双学士毕业。然后呢，他又有一个淳朴的一个个性，是我跟他接触之后有一个淳朴的个性。那他这段时间一直在为他的戏剧梦想正在努力当中，也创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剧团——木木生剧团。我们掌声欢迎木木生剧团的艺术总监洪浩伦。宇飞好，大家好，我是浩伦。浩伦也一直问我说啊，为什么首播就邀请你来？因为我知道浩伦很努力的在近期有一个新的作品要推出嘛。对，真的谢谢给我这个机会。不要这么讲，不要这么讲，因为我自己也是在梦想路途上面努力经营很久的人，所以我知道说，好的作品，好努力的。梦想的努力者是需要被鼓励，让更多人看到的。对，所以浩伦，我刚刚说你是双学士毕业，对吧？其实我认识你的时候，那时候你是政大日文系嘛？对。哪时候又读了一个广电系啊？其实应该你认识我说，我应该就已经在念广电系的课程。原来是我那么不了解你吗？没有，只是我都没跟大家讲而已。好低调哦。从你的学历开始聊起好了。你一开始你台南一中毕业，对，台南人，对，所以我前面介绍你有一个淳朴，就是来自于一个美好淳朴的善良的台南。哎呀，这样台南真的很开心。对，然后到台北来，然后你去念政大，怎么会你读了日文系，然后后来又双主修，又去选修一个广电系呢？其实这有一个插曲。就是当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是有想念北艺大，只是阴错阳差，我就没有去考戏剧系了。但我仍然很想当演员这件事情，所以上大学那个时候就只考上了日文系，那对日文也还 OK， 可以接受，就去念了。那只是因为觉得，我还是想要试试看自己有没有机会可以成为演员，所以那个时候就立下说。不然上大学我再去双主修一个广电系。所以其实是你在高中的时候，你那时候还没有上大学，你就在内心已经有一个演员的梦想，演员的这个目标。对。那我可以问是怎么开始的吗？因为我所熟悉的你是在这几年，我看到你的木木生剧团，然后做了蛮多演出，这些演出包含有一些是。曾经演过的作品，你们是取得授权又重新演绎，但也有一些是浩伦自己的创作的剧本，主要到目前都是好像跟相声有关系哦。对啊，那所以你从以前就有一个演员的梦想，然后在这几次的演出都是跟相声有很大的连结关系。那我很想了解一下，关于你是哪时候喜欢上相声，或者是怎么样的环境让你可以接触到相声？这个就要开始讲古了。来，当然，这是观众跟听众最喜欢听的啊。话说，来，在我10岁的时候，10岁，其实小时候非常喜欢听那种 CD 啊，或是录音带。不知道是讲这个会不会年代有点久远？对，但我小时候就还在听 CD 和录音带。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听到这个会不会觉得是一个……你不要这样讲，这样我就暴露我年纪，我就……没关系，我也是还在 CD 跟录音带的年纪。是，对。那当年我就在家里找到了一片录音带，那片录音带叫做《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上》，对。它是上集，也就是它只有收录了前3个段子。但总之，我找到那一片录音带之后呢，我就放进去开始听。越听越有兴趣，一直听，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对相声产生了兴趣。是。但也刚好我爸爸非常喜欢相声，所以他其实是有整套大概不管相声瓦舍、吴兆南、魏龙豪，或者是表演工作坊的，其实他都有那些CD。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陆续一直听，一直接触，所以慢慢就对这个东西有了一个好奇，但也喜欢上这个东西。后来是上国中的时候，
我碰到了我人生第一个搭档，也是我们木木生剧团的团长，他叫品谦。我们两个都喜欢这个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们做国中的时候就说，不然我们来组成一个搭档，上台演出。也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国中的时候呢，上面一届的学长他们就真的有一个组合，也就是会这种类似才艺表演，就会讲相声。我们就说，那我们要成为我们这一届的那一组代表。结果这反而就变成学校的某种传统，大概前后听说延续大概6、7年的时间，就是每一届都会有不同的组合。所以你就会对这个东西好像就产生了某种憧憬。那刚好也是从小看相声看到大，你就觉得好像自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对。但是上高中之后，毕竟读台南一中，就是比较就是课业比较重，所以你就那几年你就一直在读书。太会读书了。没有。所以就一直念书，所以也没有再更多的时间去发展这个。但那个时候心中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我要跟我搭档好好的演一场自己的专场。所以在我上大学的第1年，大学大一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搭档品谦，我们就搞了一个相声公演。那个时候也邀请了，也是就是我国中时候相声团的学弟一起来演，我们就3个人演了一个专场。浩伦讲到说，你在大一的时候，你就跟你的 partner 一起办了一个相声的公演。对。哇，当时是怎么样的状况？因为我知道说你在高中时期就是可能全心都投入在读书方面，但是你知道想要演戏的这个灵魂在内心里面小宇宙是一直在躁动的嘛。然后到了大学，你到台北来，怎么会有那个突然有一个动力，说下定决心我要为自己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跟我自己的人生哲学蛮像的。就是我会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做了就知道了。你有想要去做的事情，你就去尝试看看嘛。那做得成，就代表 maybe 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对。那做不成，你就觉得说，那至少我去确定了我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它都是蛮好的人生经验。所以那次公演也是觉得，我就想圆一个梦想，我就去做了。然后做完之后觉得，蛮爽的。真的很爽。对。但做完之后就没有人。我以前在也不是说以前啦，我大概20出头岁的时候，我自己有办过一个小的演唱会当下也是觉得自己圆梦，可是唱完之后你会觉得，那然后呢就没有后续，你知道吗？就是你会觉得在那个当下你自己圆梦了，然后你好像创造了什么，你也认可了，觉得自己是有能力有这个才华可以走，但是后续可能当时还没有一个比较想说我应该要找哪一些人哪一些团队来合作，我才能够继续延续。所以我大概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你说你大一的时候办完之后的那个心情。对。但是后来因为我跟你是在表演课上面认识的嘛，那你为什么会去想要进修表演？是因为你自己办完那场表演之后，你自己觉得说，你如果要往这条路走，是需要花更多力气去学习跟进修，因为毕竟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嘛。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聊到就是说专业这2个字。当你是一个素人，当你没有经验，而你敢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旁人都会觉得你很勇敢，也觉得你做出来的事情是很让人惊艳的。可是当你今天如果想把它当饭吃，那你必须走上专业这条路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看见自己的能力在哪里。以一个大学生，以一个大一的学生去自己搞了一个这样的事情，看起来很屌。可是如果你要去检视，那个表演真的是现在回头看都觉得哇太可怕了。所以也就是因为你看见了那个不足，你才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想往专业走，那我势必得要去进修自己。但其实我刚开始要进修自己的时候，我其实也没那么看得清自己的能力，我只是觉得说没关系，我就去上课嘛，就讲说我应该不差吧。殊不知去学了表演之后才发现说，哇，表演真的是好长好长的一条路。表演，因为特别是我觉得表演或者戏剧，它很多的练习都是在挖掘你的内心。我跟你有一种
同感，就是当我接触了戏剧的这个表演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你自己是这么的渺小，你这么的不懂，而且甚至你连自己都有太多的不了解。我觉得演戏或者是音乐艺术创作，它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人的内心的情感的展现。那这个部分特别，我是觉得在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去想要上戏剧课，也是为了要让我的歌唱再唱得更好，因为我知道那个是可以去探索我更内心的东西。但是当我进了戏剧课，我才发现，哇，天啊，它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特别是很多练习是要对自己诚实。对，其实我觉得像大家普遍对于表演的一种误解，它就是说，你们好厉害，就是你们可以背那么多台词。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跟人家说，其实我们不是在背台词，或者是我会跟他说，我讲这样很玄，但我是用身体在记台词。他们就说什么意思？我就说，这个就是只能意会。就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在表演戏剧的练习里面，有很多是对自己诚实这件事情。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在表演的在那个戏剧练习的那个当下，好像你知道好像要卸掉自己的什么伪装，或者你自己内心固执所紧抓住的，类似人家说什么偶包啊等等之类的。可是你知道，可是你要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觉得知道跟做到是两回事。那我觉得，因为我个人的个性上，我蛮容易可以敞开那个心去体验这些东西。但是对于比如说像我师父常跟我说，交出自己这件事情，其实像现在表演到现在2-3年的资历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表演上的进步，好像已经不是肉眼可见的东西。可是你自己内心会知道说，好像自己在某些东西上还是有进步的。然后像我最近在排戏，我就会觉得说，可能自己发现自己好像还有一些不安全感的东西是还没有克服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哇，那个探索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是你不认识你自己，然后就偶然有一天发现说，原来我是这样子。所以当你在某一刻的时候，在探索过程你去发现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哇，好惊艳，或者你觉得收到一种礼物的感觉？对，所以有些人会问我说，你表演对你来讲是什么意义？我会说，表演不是我人生的全部，但是那是我诠释生活的方式。对，意思是说，我作为一个演员，当然我们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好像人生无时无刻都在扮演。可是我们其实必须要分清楚说，什么时候我是在戏里，什么时候我在戏外。在戏里好好扮演，在戏外好好生活。但是生活的任何一个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你看见的东西，它都可能成为你表演的素材。所以它会是我诠释生活的方式。意思是说，我观察到的，我经历到的，它都会化成为我身上的养分。这个我完全同意。就是我自己在创作过程，或者是我自己身为一个表演者，我自己也是，我喜欢去观察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然后甚至是我自己经历的，不管这个人带给我开心、难过、伤心的这些情绪。我知道因为人还是会有情绪，但是我都会有另外一个比较理智的自己去记住我当下这些情绪，因为我知道它会变成我养分。某一天我在唱怎么样的歌，某一天我在创作怎么样的作品，或者我能够演到一个戏剧角色，这些都是我能够拿出来的素材。对，那当然这就是你说的表演跟生活，它虽然是分开的，但是又好像没有分那么开，因为你表演来自你内在的很多表演的这一些感受，或者你拿出来这个所谓的艺术性，都是你生活的累积。所以我这边可以分享一句，我之前就是我工作前辈分享给我一句话说，表演源自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所有表演的养分，它其实一定都是从生活来的。但我的理解会是，
但你同时也必须要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去检视它。我觉得这个前辈他会对你说这个话，也是我相信也是他有感而发吧。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艺术表演者，对于自我的觉察的能力，我相信都是更高一些。那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我觉察能力啦，只是说它是需要被练习的，特别是在表演课的时候，表演课在练习的过程就不断的都是在练习自我觉察。那像刚刚浩伦你有提到说你的师父，也是我的表演老师啦，郭耀仁老师，要不要浩伦要不要聊聊师父郭耀仁老师在你心目中他是怎么样的老师啊？或者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实质上的帮助，或者是指导上面帮助，让你提升最多或者影响你最深的是什么？以前我叫他男神，现在我叫他师父。那其实对他一开始认识就是一种崇拜，因为就觉得哇，他表演好好看哦，而且他在舞台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亮眼的演员。是。但后来上了课之后，其实我发现是他真正开启我表演的大门，也就是我开始知道说，原来表演不是只有把台词记好处理好，它更多的是如何去创造角色。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表演的世界这么宽广。但除了技术上之外，其实他还告诉我一件事，就是我要怎么样学习去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发现其实表演跟生命与人生之间的关联其实是非常密不可分的。就除了这个之外，他其实还带给我一个很棒的启示，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给人温暖的人。给人温暖的老师。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在这条路上，我就会想把他当成楷模。不只是想要跟他表演一样厉害，但也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温暖的人，然后可以带给别人温暖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他是我的楷模。浩伦，我们刚刚聊到了郭耀仁老师嘛，那后来我知道你有蛮长一段时间有跟着线上的剧团去实习，因为这些线上的剧团不是在国家戏剧院啊，或者是怎样的大舞台，然后甚至也都是全台湾的在巡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或者你在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收获？我去年进到故事工厂实习，那我跟的戏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庞大而且复杂的戏。对，是。那你要问说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跟剧团经营非常有关系的一件事，就是去年我们有一场，它就是演出的时候出了非常大的问题，音响爆掉，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即刻停演，然后花了大概22分钟的时间处理完之后，我们从断的地方开始继续演下去。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个时候侧台一片乱，大家都很慌张，因为就是出这个状况要即刻解决它，但是我们也很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对，然后但是就是剧团的技术人员就非常认真的抢救之后，我们最后也很顺利的演完。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谢幕的时候，执行长跟导演上去，然后他们向观众道歉说，对不起，发生这样的状况。那如果你们对于今天晚上演出不满意，你们想要退票，我们全部负责。然后在那个瞬间，你就会问自己说，如果是我，我会有那个肩膀可以承担这样子的责任吗？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答案，但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够有这个肩膀。我印象很深刻，执行长那个时候跟我们分享讲一句话，他说，做好一件事情一个人就够了，但你要做一个事业需要一群人，所以其实一个戏的完成，它是真的需要非常多的人的互相配合、合作，然后它才能被完成。所以那个是实习当中看到，我觉得蛮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浩伦，你说的这场，我刚好也在，所以你知道，身为观众啊，在那个当下，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错愕，但是你会觉得哇，天啊！自己也太幸运，好爽哦！怎么会遇到这种出包？就像你去看演唱会，听到歌手在台上比嘴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那个当下，其实我们观众后来我所知道，好像没有人去办退票这件事。
这个我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啦，没有。那在那个当下，我们完全感受到整个剧团的诚意，因为这错不在剧团嘛。因为硬体哪时候会发生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录影片，我们自己在录音，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状态嘛。对。所以你觉得在那个当下，反而不是让你有所收获，反而不是在表演方面，而是说在更宏观的，在一个经营者的角度。当遇到有一些不是我们可控的状态的时候，他要怎么去更有肩膀的去处理？对，因为你说像表演啊，或者是说工作路上这些精进的东西，这个是你预期内你自己能够精进得到的内容。可是像那样的事件是 maybe 你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到，那就那么刚好我在实习的时候，我刚好就碰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对，就比起你在实务上，当然实务上我非常多的收获，但是那样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样的状况也是会发生，而且好巧不巧就被你在那时候当下，我就觉得哇，天哪，我们好幸运，就有遇到这样，这应该是彩蛋场，没有？哇，真的是大彩蛋。对，刚刚浩伦有说到，应该也可以说，在这段剧团实习的过程当中。你不管是你在戏剧上面的学习，或者是关于整个剧团的领导上面，都是有一些心得嘛。那现在你是木木生剧团的艺术总监，除了你身兼表演者、身兼导演之外，你要带人。所以在带人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某一些事情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心有戚戚焉，或者你觉得？因为带人是你要带一个团队，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一个戏要好，它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合作促成的，它不是一个人就可以。然后特别你今天又是一个剧团的领导者，你要带人这方面，会不会遇到那团员真的很难沟通他好机车然后他什么会有遇到一些这样的事？然后你们会用怎么样的态度去看待、去说服，或者是说做沟通？因为沟通很重要嘛，人跟人之间。内在 OS 一定有的嘛，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你必须要想要做，就算创业嘛，所以我觉得进一个团队，发生所谓的沟通，需要沟通事情一定很多，所以这一路上我也觉得哇，真的很困难，有些时候也觉得心很累。可是换一个角度想，这就是我的课题，我必须学着去沟通，必须学着去如何的看人，好像也要学习怎么样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但这个至今我觉得可能还是我没有做到非常特别好的地方，我也还在学习。只是我觉得从这个经营团队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说，原来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冲动就可以完成，就是有些事情它是需要规划的。有些事情它是需要预先去帮别人设想，而不是你自己想要这样做你就这样做。所以我觉得它都会是养分，我们不可能不犯错，但我们可以试图从犯错当中去学习怎么样把事情做好。所以这个我可以说到说，也是你生活当中的经验，然后变成你的养分。它有帮助到你在剧本的创作吗？因为浩伦他其实不只是演员，他是导演，他自己还创作剧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技能，因为就像我们歌手嘛，很多人很会唱歌，但是他不见得会创作；就像很多人会演戏，但是他不见得会创作。浩伦是怎么样的契机，或者是你的内在的小宇宙是怎么运作？你能够有这个我要写剧本，我想要用我的角度来编织一个故事来告诉大家。其实聊到就是剧本的定义是什么？所谓剧本就是一剧之本嘛。对。所以，但是我跟很多前辈在聊天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其实你一个团要成功，什么最重要？剧本最重要。那我觉得剧本这个东西存在的核心创意就是为了演出而生。是。所以如果你写了一个剧本，他们要演出，很可惜。所以我觉得我创作的动力就是写出来的本，就是为了要服务我想要做的演出。那之所以会踏上这条路，也就是因为如果我不写本，那木生可能就没有剧本可以演。因为你要去演别人剧本，你可能要授权或什么东西，也不是每一个授权它都一定很容易，或者是它都愿意免费授权。所以我创作的动力源自于
我要帮木木生做戏，所以我有那个动力。我不会说自己能写剧本，因为我自己都还在摸索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我喜欢，我也愿意尝试。但这个创作，你说的也对，因为我们都在学习嘛。你今天好，就算我专辑也是都是我写的歌，但对我来讲，我也都觉得我在学。你没办法拿来做比较，因为你如果用比较，永远都有作品比你好，永远有比你更资深、更厉害的人，他写出来的东西。所以等于说，对我们来讲说，这是此时此刻我的能力跟我现阶段才华累积能够展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在创作这方面，特别是写剧本，你知道，因为开始接触戏剧之后，我就也会去看到一些剧本，我就觉得哇，写剧本它不是说像人家说一个叙述一个故事而已，它对于里面的哪一些角色，特别是角色的心理。他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他在某一个场景为什么做出哪件事？有蛮大部分，我觉得也是跟你要对人的敏锐度很高，然后对于好像也有蛮大部分是心理学的部分。对，哇！我现在会想说，幸好我没有要写剧本啊！我想说到时候我头脑爆掉。写剧本是真的蛮容易头脑爆掉。对啊，一定会遇到那个叫什么瓶颈卡关。你此时此刻没有灵感的时候 ，always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想点子很容易，可是当你要把你所有的点子融合成一个作品，它非常的困难。所以瓶颈几乎每天都有啊，就是你很多点子啊，像我点子库里面可能现在on档的可能就100多个点子。但是我到底要把哪个点子拿出来写成剧本，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对，而且写剧本，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些时候它不是说来就来，对。可是我自己现在练习，可能是日常里面我也要慢慢训练自己，养成写作的习惯。所以我不能只仰赖灵感突然乍现，而是我自己可能也要适时的训练自己，有这样的功力，这样子才不会说你可能做一个作品做完，可能要等 N 久才有下一个作品，这样子。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前阵子不是有一部电影叫《梅艳芳》吗？不知道你们去看，因为它里面其实有跟梅艳芳最好的 partner 就是她的服装造型师叫刘培基。那我看过那个刘培基一个专访，记者问他说：“你要帮那么多大明星，或者你以前是在做时尚品牌，或者有一些是要制定服装的，你没有灵感怎么办？”我记得他回答说：“对我而言，这是我工作，我没有灵感这件事情，因为我要生活。我如果有一个借口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没有灵感，你可能要等我一阵子。”他觉得说这不是一个把这件事看成专业，以他为生的态度。对，所以他那时候我看的。刘培基的他讲的这段话，我觉得突然有一些思考，因为有时候会说我自己创作，我自己有时候会说我没有灵感，但是真的没有灵感吗？还是自己懒惰？这是有可能的，有时候是自己帮自己找借口。所以黑镜的编剧应该是黑镜的编剧，他就讲过一句话说：我们不用谈才华，只要有一个人会在死线拿着，忘了是拿什么东西，会准备把你头打爆，你觉得东西写出来。就你有个压力在后面。这句话是真的啊，就是包含我现在创作，只要有定一个死线，就是因为你知道你不在这个死线内完成这件事情会出大事的时候，拼死拼活你都写得出来。所以我深有同感。但是我觉得，比如说灵感的，就是你的资料库的堆积，还是日常就要做啊。是。所以我的东西不见得是写不出来，只是有时候那个 feel 还没到，就是我这边有一个关转不过去，所以我一直卡在那里。然后卡在那，有时候我就不太想写。对，但是死线出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写得出来了。但是说，但我们刚刚就是在对于灵感这个，我们有另外一个解释嘛。但是你说到的，平常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在累积嘛。对。但是你会不会为了要创作而去多做了哪一些事情，来增加你的可能某方面的知识啊，某方面的资讯啊？会去多做这样的准备吗？一定要的啊，就是
我之前刚好有一次跟我朋友聊天，他就聊到人类图，他就帮我看我的人类图，对，就说学长你不是一个能够自己产东西的人，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坐在这边空想，然后灵感就跑出来，我是一个完全是接受外在刺激的人。然后想说蛮对的，其实我绝大多数灵感都是可能在某些生活的片刻里面抓寻到，所以我很常常每天走在路上，我看见一件事情，其实它就可以在我脑中变成一个剧本的蓝本。对，只是我要不要把它真的拿出来记下来而已。所以这就是我的生活的习惯。那但是我现在自己在写作，我也尝试着去创作一些更深入的议题，比如说像我现在最近在写的一个议题就是眷村。那我就真的实地的去不同地方看不同的眷村，然后去思考这个剧本可以怎么做，对，甚至做田野调查这样子。所以你刚刚说到你现在创作关于眷村的故事，对，是，所以我这样可以小爆料吗？因为我跟浩伦也是脸书朋友，就关注一下。之前你骑脚踏车在桃园，就是去眷村，对，我就觉得做好认真哦，这么认真的年轻人，20几岁而已，所以他的作品能够不支持吗？所以我知道，就是刚刚我前面有提到，就是说浩伦最近又有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这个作品叫《我还年轻》，对，也是浩伦自己创作、编、导演。对，我记得啦，我看过一个影片，就是你曾经问过郭耀仁老师说，身为一个表演者，会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世界末日？那对，所以我在这边我也想要问浩伦，我还年轻这个标题其实是很令人反思哦。那身为一个表演者，浩伦怎么看待年轻？我师父跟我讲过一句话，我在做这个节目的宣传的时候也很常使用这句话，就是他跟我讲过一句话说，哎呀，就是要趁着年轻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那才叫青春。所以对于我来讲，年轻这个概念是我有时间，我有精力，我有想望，所以我可以去闯，哪怕碰到失败，我还是可以有挫败然后再爬起来的勇气。有些时候是过了某个年纪之后，你慢慢的可能就失去了某些勇气。就像是很多人问我说，你现在做剧场好像太早了，可是你为什么要现在做？我只回一句话，我说，因为我知道我现在不做，我以后可能就不会做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年轻就是一个还有勇气去闯的时候，我去闯。不管是你的精神体力，还有满腔的抱负吗？或者是此时此刻，因为你很想要在年轻的时候为自己多创造一些什么嘛？然后这一次啊，就是我从我还年轻的这个文案里面，我看到这出戏下半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相声剧的桥段吗？可以说桥段吗？叫厌世旅行团。你知道厌世这个词这几年，特别是这几年，很多人常常挂在嘴边。可是我以前对厌世就会觉得它好像很负能量。但是你知道，现阶段对厌世有一点改观，因为开始很多人会用厌世的梗来做效果啊。我就突然觉得，厌世好像多了一些诙谐跟黑色幽默。所以刚好在我还年轻的这个主题里面有厌世嘛，所以想浩伦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关于你怎么把厌世这个概念写到剧本里面，然后会用怎么样的方式跟大家做呈现。我觉得厌世其实刚好是这个作品呈现的一个契机。对，就是当在创作这个本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契机，所以算是他的出发点。因为其实这个作品会诞生，其实跟我对于周遭人的观察很有关系。那我就一直思考说，厌世这两个字为什么成为一种主流的名词，甚至于是价值观，也就是我今天不想做，这个世界好讨厌，很明确的表达对这个世界的讨厌。但我会回头去思考，是这个世界到底为什么让人讨厌的？因为我觉得世界很美好啊，就我自己觉得，但是我就会想说，为什么周遭人好像都过得好像不是太好的时候，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后来觉得好像某种程度是因为
对于现实的无力感，然后对于你无法改变这件事情，或者是你对于自己命运的无法掌控，只能被迫接受。我们刚刚聊到这个厌世啊，厌世就是我还年轻。在你在生活当中，你说你观察到的很多状态，所以你从厌世作为出发点，然后创作出来的我还年轻的剧本嘛。那今天如果有观众啊，还是听众，他们还没有看过戏，然后你可以用一些比较不爆雷的方式，然后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还年轻到底在讲它延伸到多广的内容。我还年轻，它是一个相声剧嘛，所以上半场我们就是一个比较一桌二语、纯粹说话的形式。但一桌二语是叫双口相声吗？对口相声，对，所以我们上半场是一个比较对口相声的形式。我们聊不同的主题，我们聊对于梦想的追求，我们聊对于职场的一些辛酸史，我们也聊对于时间的焦虑，我们用很喜剧诙谐的方式去呈现一个原本看似负能量的题材，但我们怎么样好像可以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态度去看待这些事情。那下半场呢，厌世旅行团它就是一个相声剧，也就是它既有相声元素，但同时我们在一个剧情当中持续的往前进。所以呢，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年轻人，他报名了一个旅行团，然后就上了这一船了。哇，这旅行团里面好像会有很多神奇的旅客哦。对。然后，所以他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天哪，这是上了这一船，让我真的有够厌世的。我是出来玩的，怎么搞到最后我就自己乌烟瘴气，觉得心情很不好，所以非常厌世的一个旅行团。那这里面当中呢，我们的演员有人一人分饰4角。也太厉害了吧！一人分饰4角，而且是扮演各式各样不同旅行团的人。哇哦！我们有一个年轻人，他误闯这个旅行团。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也跟着误入。那他们之间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纠葛？这个我们就进剧场再看。没问题，没问题。关于你的新作品，你们木木生剧团的新作品《我还年轻》。可以给观众3个必须进戏院看的理由吗？我觉得你可以看见一个20岁的人看待世界的一个角度。不见得我的角度就是所有人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对。但是我会想让大家知道是，也许你觉得年轻人很负面、很厌世，可是有些时候是因为时代不一样，所以你可以从中看到我们这个世代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也许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认为的脆弱不一定是我们真的脆弱。对。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开心的喜剧，所以进来可以听我们嘻嘻哈哈2个小时，我相信一定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过程。然后第3个也希望大家可以看见，就是台湾的新生代的演员其实也是有不同创作能量。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看见光芒这样子。对，而且我以前对于相声演员的印象可能都是比较长辈啊，爸爸或阿公，没有阿公他们会看的。对，因为他对，就是比较传统的艺术表演嘛。但是我真的很期待，就是年轻人，特别是20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会用怎么样年轻的方式来诠释相声。所以我再问一下浩伦，就是你现在有身份是演员、导演、创作者、剧团的艺术总监，在这个表演的旅程当中，你对于你未来有怎么样的目标跟想象呢？我蛮期待自己可以在剧场这条路上努力往编导演3期去发展。那同时我希望把木木生发展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喜剧品牌。虽然我们是一个以相声为出发点去做喜剧的剧团，但我不想只做大家印象中的相声是什么东西。我也想从这个基底下去发展相声，可能还有不同的可能性，它的精神在那里，然后最终可以达到是用我们的戏带给大家欢笑，也疗愈大家的人心。看完戏之后心情非常好。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你知道，去年2021年，大家因为疫情爆发，所以大家内心其实都是很闷，你知道吗？所以真的很鼓励大家可以走到剧团，一方面支持我们年轻人，一方面是我们进去开心的笑一笑。对啊，而且
在1月份年初的时候就可以让大家开心大笑，就是也算是一个年初的好兆头。好，浩伦，那这一次的作品《我还年轻》啊，他表演时间场次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好，我们木木生剧团的原创相声剧《我还年轻》，我们的演出时间是2022年的1月15、16、2天的下午，在台北的永安艺文馆表演36房演出。那我们另外在台南，要1月20号会下台南演出。然后演出地点在漂配白鹿 Live House。那在哪边可以买到票呢？要购票的话，可以上我们剧团的粉专木木生剧团的粉专就可以买到票了。所以就是可以上Facebook 粉丝专页或者 IG， 对，是不是？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搜寻。我们的剧团木木生剧团就是把相声的相拆开来，变成木头的木、眼睛的木，木木生剧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所以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如果你那一天刚好有时间，然后你又想要支持年轻人，然后又想要进戏院去笑一笑。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原因，其实只要有一个就好，都是可以让你进戏院去支持的。然后今天，其实你知道我跟浩伦认识了3年多的时间，那我看着别人在梦想上面努力啊，我自己身为一个过来人啦，我内心是心有戚戚焉，特别能够感受到你辛苦，然后我的那个内心其实是很感动的，可是又多一点点心疼，因为我知道经营剧团其实是不容易，特别是年轻人。那如果说打出品牌的话，那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会面对不同层次的问题。当然现阶段在没有资源，应该也算是很少。所以此时此刻，我们要支持有一个剧团或者是一个艺术表演者，我们能够给他最大的鼓励，就是我们去支持他的作品。对，所以我说，我看着你这样，我内心其实有很多感动，但是又多了一点点心疼啊，因为我自己的表演路也不是顺遂，你知道吗？所以我很能够感同身受。在于飞的节目当中，我都会透过自己有一些小小的资源，我希望能够真的把很良善的、很美好的、很努力的艺术表演作品去介绍给更多人知道。大家一定要去 Facebook 或者 IG 搜寻木木生剧团。对，所以你购票资讯都可以在上面找，或者你是要给我们浩伦或者木木生剧团的团员多一点鼓励，或者你想要 follow 他们的动态，都欢迎大家去他们粉丝专页、粉丝团去关注跟按赞。今天非常谢谢浩伦到我的节目来做客，希望你下次能够有新的作品的时候再来我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好啊，谢谢浩伦，谢谢大家。